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风花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黄先生，马大人请您去一下。有什么事吗？不知道。你请。老爷，您请用茶。大人，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？听说前几天马家兄弟招待你们几位画师，卢大人也去了。是的，卢大人是陪同福建来的李方英大人去的，顺便看看我们的画子。你们这些人倒是真会画呀！啊，看看。哎，大人，你把这些给我干什么？我喜欢这些画，你给我临摹出100张，明天一早拿来。快去吧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画去？哎，你听着。你要是明天到这个时候交不上100张画来，今年1年的工钱你就别想了，啊！看来这麻三贵是看出破绽来了，找你出气儿。只有把汪夫子他们几个找来，脸也临摹了。凭麻三贵这脑袋，他是想不出这高招来的。那天他的狗头军师吴子坤来了，听说深夜才走。啊，怪不得。哎，黄山，看来你在马府是待不下去了。哎，他
他给你小鞋穿，你何不反过来把小鞋给他穿？这是第一幅，啊，都看清楚，这是第二幅，这个是第三幅。这3幅画，你们都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好，照这3幅画的样子，给我画100张。哎，看谁画的多。我有好东西奖励给你们。骗人，对。骗人是小狗。要是画不出来的话，主板伺候。都给我认真的画。来人呐！是，老爷有何吩咐？去，把那个教书匠给我叫来，我要看看那100张画子。快去吧！是了。快点！哎呦喂，老爷可不得了了！啊，老爷，你的大龙、小龙、小凤，他们昨天晚上一夜没回来呀，说是让那个黄先生给教书呢。是啊，怎么上不上了一通宵啊？就是啊，快带我去看看！走，快点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得了？是老爷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老爷的儿子在哪？哎呀，我的宝贝儿哦！这是怎么了，我的儿子？哎呀，我的儿子，心肝肉，心肝宝贝儿呀！快来人呐！哎呀，我这心肝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起来！快开门去！站着干什么？快开门呐！快起来呀！还不快把门打开！1、2，我的宝贝儿呀，我的儿子呀，我的心肝妈来了！快醒！这个宝贝儿！哎呦，快醒！来人呐！醒啊！把这黄仙给我抓起来！是。老爷来，那个教书先生他走了，正留在他屋里的纸条，您看。老爷呀，你说我这儿子找谁？待幅画子如期完工，教书先生另谋高就，不才告辞了。狂神，这个王八蛋，不但戏弄了本官，还戏弄了本官的孩子，我饶不了你！祝皇上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！平身。谢皇上。卞爱卿，臣在。南下打点的人马都安排好了吗？启禀皇上，臣诚惶诚恐，尽心尽力，随行人员名册已拟好，报禀皇上。越快越好。臣遵旨。各位爱卿，还有什么事要奏的吗？启禀皇上，臣以为李善南下扬州不合时宜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圣上，臣下以为
这些所谓的扬州画师，充其量也只是街头卖艺的艺人，他们的画怎么可以进宫？他们的画作如果进宫的话，那我们这些宫廷御画师的位置往哪儿放？李善平时就对我们这些宫廷画派冷嘲热讽，极不恭敬。他这样做就是要在皇上面前标新立异，令老臣实在难以忍受。爱卿的意思朕心里有数，朕已谕旨李善，此事就不必在意了。是皇上。令叔，臣在。御画师李善随同去扬州，朕已钦定，不容更改。望择良辰吉日，尽快启程吧。臣遵旨。此事已无需在意。众位爱卿，退朝吧。退朝。林大人，林大人，林大人。哦，来，尊师有事吗？哎，我有话跟你说，过来。我看皇上肯定让这些扬州画师给搞糊涂了。李善此去一定会和郑板桥串通一气，败坏我大清画风。你身为钦差，切不可等闲视之啊！哈哈，尊师放心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学生在扬州，皇上在北京，那可是天高皇帝远呀。再说，学生怎能让李善之流无法无天呢？林大人，您走好。这就好。殿下，南书房行走，李善大人求见。哦，快有请。是。有请李大人。臣李善叩见千岁大人。李大人，来，免礼，请坐。谢大人。李大人，请。南巡前站一行明日就要启程了，是不是？正是。微臣特来禀报辞行，不知千岁爷有何吩咐？我写了一封信，请你转交给郑板桥。等等。大人请用茶。香山碧云寺义军。信行而所外藩登之，阴谋翘首一盼，万丈才华秀不如。碧云新败青如图，朝廷今得明秦墓，江汉英贤问自居。扬州郑板桥见教，自琼崖主人允喜亲笔。这
怎么？写的不尽人意是吗？啊，不，殿下情真意切，令微臣激动不已。有那么好吗？殿下不必悬殊身份与地位，和平常画人结为好友，令微臣感动不已啊！我忘了告诉你了，郑板桥这些青竹图，我配好诗句以后，挑了几幅呈给皇上预览，皇上是龙颜喜开呀，当下记主如意馆收藏起来了。哎呀，千岁爷，皇上识才重才，这可是我大清帝国之万幸啊！百姓闻之，定当额首相庆。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忘了把这事情告诉郑板桥。殿下，您尽请放心。皇上，灵枢大人、李善大人求见。让他们进来吧。这有请二位大人。皇上，免了。我等明日就启程去扬州，请皇上圣旨。该说的，朕都说过了。一路上鞍马劳顿，但朝廷托付，就只好有劳二位爱卿了。请皇上放心。卢大人，卢大人，卢大人，朝廷800里快信。洪师爷，快接过。是。您请回吧。这。师爷，传唤府中官员到后院去。是。各位请坐。刚才接到朝廷里送来的800里快信，皇上要在来年的春上要南下巡视。我们扬州是皇上驻跸的主要地方。大人，那是当然。扬州是人才，怎么了？人才荟萃。对，人才脆生生的女人多，酸溜溜的男人也多。马大人一定啃过女人的胳膊了。那个胳膊就像6月里的莲心藕，脆生生，生生脆啊！就是这么回事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你是说这么好、这么妙的地方，玩得开心，看着热闹，皇上来了，能不多住几天吗？对不对？对，马大人才思过人，皇上驻跸扬州，每日半驾，自然是大人您的事儿了。谢大人举荐，不胜什么呀？好了，言归正传。
朝廷钦差已动身南下，沿途筹划皇上的南巡事宜，不日即将到达扬州。各位同仁，请进计献策吧。要杀你！秦大人，你看这风光有多美呀！是啊。江南美，江南好啊！难怪诗人李白写下“烟花3月下扬州”的绝句。李大人，你说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丁大人，您这是触景生情，有感而发呀。是啊，是啊，这都是当今皇上功德无量、治国有方，才有这江南之好啊！曹大人，你很会说话呀。是啊，难怪圣上不辞辛苦也要南巡呐。是啊，哎，曹大人，此次迎候钦差大人，不知你曹大人安排如何呀？回禀二位大人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只等二位大人光临呐。好。曹大人，扬州还有多远呢？不远了，不远了，顶多只有半个时辰就到了。好。钦差大人也快该到了，是快到了。钦差大人，是啊，是钦差大人呐。哎呀，皇上，春上就到了。卢大人，上界捐资80万两，我一一登记造册了。届时，请大人再过目啊。他们出手阔绰，就不要再给百姓增加负担。是大人。卢大人，钦差也该到了吧？刚才接到禀报，说钦差大人马上就到。马大人，钦差怎么还没到啊？快了，已经来人禀报，马上就到码头了啊！哎呀，那么快到了啊？是啊，来了。子山啊，有件事我要拜托你。与钦差大人有关吗？有关也没关。在我家教书的那黄申，你说的一点没错，和那个哑巴郑板桥一样，是个歹人。怎么？你终于看出来了？看出来了。他胆敢戏弄本官倒也罢了，竟敢戏弄起我的那群孩子来了。亏你想的那个好主意呀！还有他的名字也被卢雅玉收进了呈给皇上预览的画师名册。钦差面前我不好说，你是豪绅名流啊，说说没关系。那好办，让他皇申在钦差面前当众出丑，不就行了吗？太好了，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恶气。把他从皇上召见的画师名册里一笔勾掉了，你的气不就出了吗？太对了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办法我会想，不过事成之后给我什么报酬啊？只要你帮我报这个仇，保你3个月的黑市盐。半年？半年就半年。你再帮我把王家的女儿搞回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别再提什么条件了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
梅子姐姐，皇上画师来看你了。哦，黄大哥，快请进，您请进吧。哎，梅子姑娘，钦差今天到扬州，他们都去看热闹去了，我不想去，我就溜达到你这儿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人物像画的有什么进展吗？有黄大哥在上，我怎敢逞能？哎呀，梅子姑娘真是非同一般呐！我看你大有唐伯虎之一风啊！黄大哥，听板桥大哥说你弹的一手好琴，今天就弹给小女听听吧。这个板桥怎么什么都说呀？黄大哥，你就弹一曲吧。好吧，那我就献丑了。皇上现在在哪儿啊？这鬼晓得！他戏弄我的孩子后，不知躲到哪儿去了。明白了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呀，就120个放心吧。钦差大人来啦！开什么玩笑？有什么事儿快说！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宝贝来了？王家女儿找到了。去你的！这时候只想你自己。那你给我报什么喜呀？这还不好办，献给钦差大人的。你给我送家去，我先走了啊！哎呀呀呀呀！你着什么急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那么多人，就少你一个呀！我说你可真会缠人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告诉你吧，我的宝贝儿啊，不是件死物，是活的。活的？怎么讲？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？我可花了大银两，从南京啊买了个16岁的嫩枝儿啊！哎，来，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任何人不准碰它，带我晚上去。你这老不死的，你还想占多少啊？你就不想多活几年？哎呦，你别搞错了，晚上我去接送给钦差大人，这事儿白天能干吗？送去睡觉啊？那你说干什么？哎呦，我只当是弹弹曲儿，让各位大人开开心什么的呢。哎呦，
钦差大人鞍马劳累，调理调理那是人之常情。哎，我说大人，你可别犯糊涂啊！我们歌舞坊是不准肃唱的，这是大清律文上明文规定的。别便宜占不着，连小命都搭上了。你懂个什么呀？那都是给百姓看的。这些个京官下来，哪个不寻花问柳啊？好吧，有你兜着，我还怕什么？这位是扬州府同知周凯大人。这位是扬州府通判，马通判呢？马通判在途中被红月楼的胡四一拖下去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胡闹！陆大人，继续吧。这位是扬州府教习张中华大人。这位是扬州府执事左大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素蒙天意，我朝承继祖业，盛旺发达，富甲天下。而今国泰民安，政通人和，朕意来春南巡各地，以慰天下臣民。特命户部尚书林书先行沿途查询，钦此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诸位请起吧。大人请请大人请啊！诸位请坐吧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来晚了。你是？我是这位就是扬州府通判马三桂大人。马大人，你可真忙啊！是，我都是在为大人忙，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好，马大人真是个热心肠啊！马大人，快请坐吧。谢大人厚爱。大人在扬州有什么吩咐，尽管使唤小臣，小臣甘效犬马之劳。哎呀，这个马大人他太不像话了，全认为胡心太过分了。卢知府啊，我在扬州的日程就劳您安排了。林大人，还是先回驿馆歇息，日程还是明天安排吧。不，今天下午就可以进行。7天之后，我还要去南京。是，听候大人的吩咐。大人，林大人，听说皇上要驾临扬州，扬州的百姓们欢欣鼓舞，商界的豪绅们还特意捐资新建了一座莲花桥和一座白塔。白塔啊？什么白塔？就是这样的。你还是不说的好，大人一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是不是啊，大人？对，说的不如看的。怎么着？5时之后，我们就去看看这个白塔，还有什么桥啊？是不是？莲花桥，莲花桥。别忘了，还要请郑板桥、黄氏那些画师一同前往。郑板桥是不是前不久闯荡京城卖画的？正是，这几位画师的字画在扬州已是名满天下了。本官早已领教过了。
请，大人请，大人请，真是不错啊！是啊，咱们这个山小桥流水人家，它又是一番景象啊！咱们也顺便观一观这美景啊！是啊。林大人，请啊，曲径通幽，您再看看这边。好。林大人，这就是瘦西湖啊！瘦西湖，这景观不错嘛。是以细长、狭窄而著名吗？是，林大人真是聪慧。对，真是一语道破啊！我们再到那边看看。好，请。好。林大人，请。这是莲花桥。请看。莲花桥，真不简单呐！大人，扬州臣民为了欢迎皇上南巡，捐款建造的。大人，这是扬州的商界为了皇上到达扬州，虽置身于江南，却犹如京城，特意集资兴建的，官府派员设计建造的。大人，他就是领头集资的大功臣呐！请教尊姓大名啊？免尊姓吴，字子坤。好，扬州臣民如此同心，皇上必定龙颜大开呀！到前面看看。大人请。能说说莲花桥和白塔有何妙处吗？请大人请看，这5个亭子就像盛开的5朵莲花，莲花桥下有2个洞口，洞洞相通，小船可以在洞口中穿行。好，因此就叫莲花桥。是啊，大人，这每月15之夜，身处中心桥孔赏月，可以看到孔孔弦月的美景。这般美妙，真是令人神往啊！大人，这人请。大人请看。大人，请看，您看，大人，这个白塔是完全按照京城北海白塔修建的。白塔。如果各位不在身边，我倒真有身在京城的感觉啊！水色田园，秀在水色，美在田园，难怪扬州让人流连忘返呢。古人有诗：“腰缠10万贯，骑鹤上扬州。人生只合扬州死，意境至极，令人叹服啊！”林大人学问高深，文采飞扬，是令小臣大开眼界，大开眼界。小以借用，何足挂齿啊！几位知道这首诗吗？不敢说。如果以讹传讹的话，岂不是被天下人所耻笑？大人，大人。2位先生，有话要说啊？大人，板桥以为，林大人，这2位就是我们扬州著名的画师啊！这位是郑板桥，
这位是金农。二位大名我听说过，我没说错的话，刚才二位在议论我借用的诗句，没关系，请大胆地说出来。大人让你说，你怎么不说了？向林大人讨教。吉鹤上扬州乃唐人之作，那时候的扬州指的就是南京，而非今日之扬州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你知道了就没错吗？蠢材！大人说的也是，蠢材无知，总是多嘴。马大人，郑先生所言极是。此次出京，匆匆看过一些介绍扬州的书籍，我刚才说的是借用，莫不是书不对路，方有此误啊？对。林大人学富五车，大智方会小以调笑。你们都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林大人耍了。这借用和用可就是两回事儿了。林大人长途跋涉，鞍马劳顿，是否早些回去歇息？对，应该早些回去歇息。好。请。大人请。大人请看，此乃郑板桥所作。就这竹子？对。郑板桥这小子的画啊，在扬州是叫得响的啊！来了。大人请。让二位久等了啊！林大人，吴先生在。你亲自操持的莲花桥和白塔，究竟花了多少银两啊？50万两。大人喜欢什么，尽管直言吩咐。相识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遇到风吹雨离风。
生难得有情人，能治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